曲专题，今日底下看到嘅是等嘅3年，車議委託去年推出全新創作嘅客語專輯《爵士同詩》，係同同詩融合爵士樂、管樂，本日音樂冇時空嘅限制。呢種真要創新嘅專輯，本車議會舉辦2位金曲獎、最佳客語專輯獎，還有最佳客語歌手獎。相見是難，別亦難，同風無力百花殘。同時，披戴現代創作嘅曲調，用交俾爵士音樂，還加用滾工嘅演奏，車議會用客話來創同時，還加以俾主管市場嘅客家言創古調，唔但將客家粵語味，未表現出客家音樂多樣嘅風貌。客家音樂咧，風景吼，咧非常多年吼，不過咧爵士方面，跟過去和動潮，天天幫忙關靈之走一種爵士嘅專輯嘛。那種通識啊，找個改變做爵士音樂，找個表現到國樂吼，係咪做得變一種非常特別嘅專輯？車議會邀請嘅台灣有名嘅爵士樂組合，劉志家合創嘅同時，披戴爵士音樂，用 live 嘅方式了解專輯，喺去到比利時做專輯嘅翻譯，透過跨兩邊國際嘅合作，為客家音樂行業新嘅里程碑。爵士樂基督希望係各個樂手有互動，係活的音樂。所以講做第六種音樂呢，因為爵士本來就是要錄 live 下活對。啊，即個第六種呢，也想去搞一種 live 嘅專輯，係就用 live 來錄。天龍無敵送滿天。平常時車議會就好健彈吉他兼創作，佢講自家腦時地度就有過100條嘅創作，到條嗰個旋律都啲腦時地度，佢創作嘅靈感除咗對成班類嘢，還有一個良知嘅心。心下聽嘅時間下容易去創作，因為我貼近你嘅靈魂吼，讓你自己嘅靈魂對話。所以講上次片所只是係一個非常好嘅所在，因為把自己閉關嘛吼，上次可以差時差也係。20多年來，車議會希望傳統客家音樂嘅現代化，罕見指定咗各種風格嘅創作，美術得到金曲獎最佳客語原創演唱嘅肯定。一排在講議會，佢講自家用平常心來面對有啲琢磨，聽到希望由客家到位新生態客語歌手來得獎，愛鼓勵客家到位音樂人來創作，希望客家音樂世世代代傳承下去。客家節目連研究吳子怡台北。